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安静的时刻，要做伙领受你的话，是你的话会通伫阮的生命中，伫逐个层面、逐个方式、逐个角度，伫提醒阮安怎行出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也诚做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主阮毋是知识的增加，是阮伫你面前要互相勉励，互相来祝福，互阮用行为、用行做来见证上帝你的话。伫你面前，愿圣神甲阮同在，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已经进入到9月吼，一个热天已经过，咱的青少年、主日的学生也已经倒转去伫学校啊。这实在是时间咧过真紧，也咱伫逐个时刻咧掠条主的恩赐，主的应允，主的赏赐，主的祝福，咱嘛都爱随时会通掌握着，吼，毋是讲有机会才来，等下要后摆还有机会，毋是，是咱逐个时阵拢来掌握着，因为有时迄个上帝的祝福来的时阵，真紧，咱有时若疏忽，无掠着，就无彩。咱伫9月份也伫今仔日有2项真特别的车牌，头一个是咱的这个中保大道，吼，咱已经进入到30几期啊，会使讲这是假说咱教会一个外面看无到，但是是伫目房伫征战的团队今仔日要来做车牌，还佫有也共款，伫9月份拄好这个主日。咱正式组成11组的幸福小组，准备要来开动，来经过照这个流程，有14礼拜到12月初2，犹原是有一阵动工，因要伫遮受车牌、受祝福，因就是要对这个无道友，对这个咱常常接触到的，有机会通引出因来认捌主的，来做工。所以，伫今日这个主题，我会用这个方面的角度来甲咱搁一遍3面的。咱所读的经节是咱熟啊，搁再无熟的，吼，会使讲完全足熟的圣经节，伫迄个所在要来学习，搁一遍提醒咱家己伫主的面前所做应该做的工吼。那这个现代台语译本吼，有甲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节，特别我要读11到12吼，因为伊即个解释会互咱感觉讲较了解，咱平常时咱足够背迄个和合本吼。那即段话呢，伊有真较咱清楚的解释。保罗讲，伊所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吼，这拢咱拢无啥改掉，迄文字无改。搁来是讲有牧养的、甲教导的。表示上帝伫教会，主要所伫教会内面有赐落这无共款的恩赐，这侪即款上帝互因特色，有气力，会当做工的同工，用这个来开始建造门徒，来建造教会。讲伊安尼做是啥物呢？是要装备上帝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换一句来讲，这所有的无共款的积分，无共款的积分，其实较毋是咱平常时习惯讲的讲，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啦吼。我就是安尼挂这个名，有咧做无做，迄无共款。就亲像咱的名片内底，你有印棍的头衔，这头衔无代表你有咧做这个代志啊，有时是名誉的啊。伊这咧讲。有名称无毋对，有即款积分的称呼无毋对，但是较要紧的是实质上伫教会的运作咧做的工吼。伊讲哪呢？就是有遮尔侪无共款积分的人，要来装备上帝子民。所以这是变做一个教会一个多样性的同工，做伙是目的是要装备，要来操练，要来造就，要来去做这上帝子民来做什么侍奉的工作。有这个同工，无共款的恩赐来装备这个子民百姓、上帝的工人，然后做侍奉。侍奉就是
服侍教会，一方面较要紧的是对外传福音。伊讲这就要建立基督的体。基督的体是什么意思？基督的体就是教会。那咱下面会阁继续解释，我就跳过来伫咱家己这个主题内底吼。那保罗伫这个教会甲门徒的建造的内面，这是一个差不多是咱咧了解保罗的教会神学内底上重要的一个大家拢会记住吼，因为这个咧五重执事就是五重的无共款的职分吼。咱过来学习一下，对啊，伊讲这个五重执事是啥物？伊所述的有使徒，这是和合本啦吼，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甲教师，所以这是保罗上出名的一段经文。我有读过夏东基牧师，伊写一篇文章咧讲这项事，伊写了吼，就种较综合性的理解，可能咱会当伫遮来个较清楚。伊讲伫侍奉的团队，即五重的职事，那俱全，就是讲拢交臂啦。表示讲伫咱的侍奉团队，伫咱的教会内底，大到一个整体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咱的教会500-600个兄弟，这内面有即款的拢交成。你到一个团契内底，嘛有可能有即方面的恩赐的人。搁到一个牧区嘛是共款，搁一个小组嘛共款。所以伊的意思毋是讲我来奉几个人叫做先知，奉几个人叫做门徒，使徒，毋是安尼啦，毋是表面上挂名，是即5项的功能拢有发挥，搁完全。伊讲信徒就会当得到成全，教会就会得到起造，信徒的个人功能就会当得到发挥，然后教会就会成长，咱个人也会当得到造就。所以这5重的执事就是咱讲5项的这个侍奉的这个特色还是讲你这个恩赐是各按其职的，你有伫你的职位有发挥，然后就产生效果。咱知影讲，咱现代的教会较无人看到使徒，所以你就会问讲，咱教会你上家讲伊是使徒，安尼若讲封一个人叫做使徒，哇，马上就有人点油做记号当然现在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教会界有一个新的运动啦因有一个研发讲，事实呢使徒伫耶稣时代的学生这个名称改成后来就无人搁用毋过慢慢后来有人发现讲有可能伫新的这个时代，教会领袖有人有迄款使徒的这个本性。还是讲有迄个上帝特别互伊有使徒的权柄，伊会当加做一个领导者来影响一整个世界性教会发展。这是当然是个人的神学的观念无共款，毋过咱就是通看到讲，迄个使徒的职分，伊的内容的内质较要紧。所以讲，这个是使徒若要用今仔日咱的教会来讲，伊就是一个领导者。大家人欢喜尊谈，就像早期使徒咧教导这个信徒，因去各位去传福音，这大家拢听耶稣的学生这种意思所以今仔的意思就是领导者。过来，伊是领受上帝对团队的意向甲托付，并且引带团队来坚持这个意向，而且来对准这个目标。安尼表示讲，这个使徒虽然这个名称咱无常用，还是讲无啥敢用，毋过伊的职分就是真做一个整体的领导者。伊咧带方向的，伊是定一个目标的，伊即个看异象有上帝特别互伊的恩赐的，所以这是使徒这方面的职分就对了过来是先知，先知咱一个听到就想讲都古早以赛亚啦亚利米啦这是先知，毋是啦。伊这先知的这份意思，就是讲一个团队的带导者，伊也是宣讲的，伊有上帝互伊特别的迄个 insight，领受到讲，你这圣经有真敏锐，甲时代有关系的解释，所以讲出来会去点到咱的心，守望者就是教会有偏差，教会有甚物款所在无顺序无好势，
啊是讲人的中间，人甲人中间互相在交陪，有迄款破起的所在，啊，即款先知性的这个温度，伊有即款的眼光去看出来，啊，这个是先知的一个积分就对吼。啊，过来传福音，咱就知影讲，伊是领人归主的和平使者，伊真够去甲外口的人直接，啊，互人因为安尼来认捌主，啊，就亲像咱今仔日要车派的这个幸福小组，这个组长啊，甲这个组员，因就是代表教会，加做一个和平使者，去甲这个外界对教会也无认捌，对真理也无清楚，甚至对信仰也一知半解的人。通过这个人伊的宣讲、分享、邀请，啊，互这个传福音的功能继续来发生。啊，就是咱佫读到的这个牧师吼，牧师咱就是有啦，毋是讲夏牧师这两字的名的意思，伊这个牧师就是咧代表伊的积分啦吼。是安那，咱拄啊讲牧养的，咱听就清楚啊吼。咱的台语圣经讲是各样的人。是照顾，是关怀，是鼓励，是安慰，来养起这个信徒。然后结连团队的成员，结连这个人，啊，因为真够苦嘛，啊，真够关怀，真够鼓励嘛，啊，或者团队伫听的团契中间受起造。因为信徒会友一个多，这款牧养者就会愈多，因为伊就是伫第一线在关怀这个会友因的灵性。因的生活上有拄着这个挑战甲困难的，啊，这个牧者是就是放伫上头前位，徛伫上头前，啊，所以过来教师，咱嘛知影，伊就是有教导的温素就对啦吼。伊教导者，教导成员明白上帝的话，吼，啊，咱有真侪的同工有这方面的温素。咱的主日的老师嘛是教导者，咱的查经班的老师嘛是教导者，啊，所以呢，因互会友的对圣经的认识更较清楚，啊，而且更较要紧的是什么？讲伫生活甲侍奉的中间，会晓通顺服上帝，吼，生命通成长。啊，所以这5项的积分，咱若莫甲伊讲，迄是人头啦，莫讲伤人头，是这个积分普遍得伫一间教会，拢有充分受起造。这个积分有兴起，这间的教会伊各方面都受顾掉。啊，所以。伫即个经文的中间呐，照迄个保罗咧讲的这个话中间吼，用今仔日教会的组织形态来讲，啊，有一个真重要的即个发现呐，就是讲伫经文中，牧师甲教师，咱就讲牧养的对无吼，啊，甲教导者，即两项连做伙，用今仔日教会的事工的中间，有时是一个人，即两种温素拢同时有。啊，你毋是讲哇，伊拢共占了，是伊本身有这两种特质拢夹做伙。啊，讲伫教会中间上接近的积分就是小组长。所以这5点的级数，咱若是用今日教会的组织来讲，你讲啊，这5项毋是拢伫牧师身上啦。有时牧师伊这5项积分中间，伊有可能逐项拢有，啊，毋过伊的成分有诶悬有诶低，吼。啊，牧师嘛有可能伊较偏重伫某一个方面伊的温素，啊，然后由教会才中级同工侍奉者来补足这5项的积分。啊，咱教会有推动小组，小组内面的小组长，也是遐主要的干部，因常常就担任着牧师甲教师的积分。那听到这，你就知影讲，牧师这2字，毋是咧讲一个有迄个。有迄头衔啦，吼，啊，有这个身份按立的牧师迄个名称啊，迄是一个迄个工作的性质，侍奉主的性质。若是安尼，咱在座所有的小组长，你就是爱有迄款牧养上帝互你的积分，有迄个教导咱的小组员，伊对圣经更较清楚、较认捌，会当考劝，也是讲邀请，也是鼓励伊投入伫服侍。投入伫事工的中间，所以若是照拄则遐经文，咱来读，咱甲做一个整理吼。这个5点级数的目的啊，甲结果，咱伫这几节会当有真好的一个脉络通看吼。若是讲对5点级数在出发，整体来讲，以有所书4章11节到16节，是保罗伫
教会甲文道的基座顶面吼，一个真完整、真焦逼的就对啦吼。那教会若有遮的事工，拢伫这中间发挥出来，但这个教会就真健全，这个教会就真焦逼，这个文道的训练就真清楚吼。啊，所以你也看，伊这经节拢有伊真特殊的这个听书内底吼。第一，就是讲保罗讲教会要有固定的执事，固定的职分。啊，所以4章11节伊讲的真固定。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甲教导，啊，这拢伫咱的这个会友甲文道的中间。啊，他五定实施的目的是甚物？啊，咱对只嘛有讲，是按呢要做，是要装备上帝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这个就是要互教会得到勇壮，互教会得到兴起，互教会得到兴旺。啊，第三，建立基督的体，互咱讲这个起造嘛。起做了会有甚物结果啦？好，甚物结果？4章13节讲，最后咱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哦，这真重要。一个教会吼，逐项代志拢咧做吼，啊做足老些不要，迄拢无问题。就是吼，对耶稣基督的人物爱有一致啊。啊，无你讲东我讲西吼，啊意见议论纷纷，啊大家互相吼，啊咧挑战，啊煞变做。对主耶稣的教导，拢无共同的这个想法，安尼就无法度人成长。啊，当咱有这款的积分的人，伫教会愈增愈多，吼，毋是讲一个尔吼，是这个成分的积分的人真多，这也侪真侪都足焦整的，啊，拢有够焦逼的。然后咱就会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有对信仰有真清楚。啊，目的是甚物？就是要互伊长大成人啦。保罗定下讲到大人较毋是啊一种迄个年岁的问题，是讲大人就是表示伊成熟啊，吼，伊各方面会当独立自主啊。伊讲搁较大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讲爱亲像基督完全。咱拢基督耶稣基督伊的完全，成做咱一个上悬的典范。啊，咱大家拢咧起做。对耶稣的人物，对兄弟姊妹的造就啊牧养，拢是为着要往耶稣基督这个目标啊，耶稣基督这个上帝囝伊的完全啊，咱来愈接近伊就对了。啊，所以一间教会人济少，意思是看见这间教会有人物主无？这间教会因有长大成人无？这间教会因所兄弟姊妹伊所做的工、所做的见证。啊！伊兄弟姊妹互相咧斗阵，有去挖见着耶稣基督的完全，啊是安尼哩哩啦啦吼，啊这个也无好，这个也无好势，这个也无好势，啊煞家己吼要顾家己都袂赴啊，要咱有开力通去传福音，啊，这拢是咱伫迄个招逼的文道建造中间真重要的提醒吼。但结果第二项结果是甚物呢？讲安尼咱就袂受欺骗。咱知保罗伫迄个时代以弗所，迄是一个大都市，是一个海港。哇！啊，各种的生理生活吼啊，拢非常的富裕啦。但其中佫有一项，迄个海港就是各种知识交流的所在。啊，所以伫以弗所迄个所在呢，足侪种无共款的学说，拢伫迄个所在咧宣传。哦，啊，大家小济要掌握伊的讲法，啊，要互人听。啊，所以保罗就苦劝因讲吼，恁都要先伫内部五德的执事，甲坚固好，啊，互文道起造起来，啊，互兄弟姊妹信徒的这灵性增加，对耶稣基督人物足一致的。因为啊，你袂使讲东，袂当讲西，因为早期的教会啊，大家对耶稣的人物拢是通过文道才会学生去传福音。啊，所以呢，有学生咧传，嘛有别人咧传呢。啊，所以对耶稣的人物讲啊，足多啊，迄是历史。教会历史是安尼，人讲足精彩、足丰富的啊。因为有人会讲啊，耶稣敢是真正上帝的囝，吼啊，耶稣敢是真正啊，这个四个啊，遐代志拢争论足久呢。啊，所以保罗就是真强调，恁有这方面的起造是为着要坚固恁家己。啊，咱都无亲像囡仔，伊的意思讲囡仔人啊，甲你讲东，啊，你毋知互骗去啊，吼啊，互错误的学说，啊，拢甲你拖咧行啦。哦，这个经节是咧讲这，
咱若坚固，咱就袂误解，爱讲飘来飘去，无稳定啦，无清楚。所以咱嘛有时看见讲，咱有诶会友吼，咱嘛无经过这种误定接受诶起造坚固吼。有诶会友吼来长老教会做礼拜做足久啊，佫毋知影讲长老教会是咧信仰是根基是甚物吼，对圣经也无了解。即马若开外口，有人无共款诶宗派，吼，咱若人讲是迄个正神诶宗派，佫袂要紧啊。有诶足偏差诶，甲你招你嘛吼，走对你行呢。有诶吼，用耶稣诶名来传因诶道理足多诶。你毋知影就对去啊！表示讲你无受起造，就亲像囡仔互欺骗、错误诶学说，拖你行，飘来飘去，袂稳定。这实在是咱基督徒上界设计诶所在。第三项，建立基督诶结果是甚物？咱搁爱用疼心讲真实，伫各方面用最头诶基督做目标来成长。即句话。伫无共款的处境，会有无共款的解释。若是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兄弟姊妹来讲，有可能一部分是咧偏向讲，你听的道理有偏呢。咱头前讲，你用错误学说甲你讲，我若无用疼心甲你讲吼，毋多你的道理去歪去吼，你这条路就歪去呢。咱知影讲哦，起头若小可偏偏吼，行愈远就愈开，对毋对？平行线是袂啦，若小可一点角度，愈行愈远就愈开，所以爱用疼心讲真实来甲你考劝，甲你劝勉，互你毋通偏差伫信仰有错误的了解。当然，一方面嘛是咱对基督徒的即个品格、行为、行罪有时咱做时代的吼，较早咱一个教会生活中间，有时咱。教会内有一寡长辈呢，因真受敬重，所以呢，当咱有时咧做代志，也是拢伫咧聚会，大家在互动的中间，有人讲话伊的声哨，也是伊做代志的方式，会互人安尼感觉讲真歹斗阵的时阵，有时咱长辈去甲伊考劝，讲我坦白甲你讲，你这骨力足认真。毋过有时讲代志伤紧，也是讲伤急躁，也是讲有即款安尼偏差无够额、无真周至的所在。这嘛是用疼心讲诚实话。嘛有人呢，有时真够烦恼，真够操烦，真侪代志代志未来，就安尼烦恼伫心内底啦。有时咱才误定接受的同工会晓甲你考劝，讲坦白甲你讲，你都代志未来，你就烦恼伫身躯你爱交托交托主毋通加做你的重担所以这些事拢是会用疼心讲诚实，因为疼对方，毋是要指责的所以伊讲安尼，咱各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所以这个教会安尼，你就感觉讲有起造。佫有组织偏差，佫有迄个成熟起来，无佫受到歹的影响，然后成做一间中大成熟的教会，大汉起来真成熟会堪这阻挡侪偏差的学说来甲咱影响，咱会有真侪的兄弟姊妹。真够甲人安慰，真够甲人鼓励，真够甲人起造，而且佫有人带方向。所以讲，安尼身体的各关节互相连接，互相支持，大家机体应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身体中大用疼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咱在追求的。我真爱咱较早台语圣经即句圣经。这句话改成别个版本无翻译啦叫做该言的运动，特体该言的运动。该言就是讲毋免讲，伊就会晓做啦。讲我这只手，手拜托一下，剩较长的，把迄物件摕来。等你讲了，这只手头要叮当哪会赴该言就是随反应咱阿运的选手，你看因的动作，随甲足完美，就是伊拢训练甲足该言的就对啦。
骹就是骹，手就是手，伫迄个体操安尼洗几洗，跳落来，踏伫涂骹拢袂叮当，迄毋遮厉害，是各方面拢操练甲真该然的运动。各位兄弟姊妹，你对即款的教会，你是毋是感觉哇，心吼足仰望的、足期待的吼？感觉是一个足水的教会的体，咱就是咧往即个目标去追求。但是，兄弟姊妹，你拢知影，即款的即个理想，即款的一个愿景，哪有可能是一半的人家己会当做到的？是整体拢是有起造，伫圣神的业力的下面。才会这份的人拢受到兴起，才会这次的作用会当影响到每一个信徒。咱有拄啊听过读另外一节《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迄像一个对应，咧甲咱讲迄个中大圣人的一种圣经在对应就对了吼。即个圣经安怎讲？讲兄弟姊妹，恁吼想代志都毋通亲像囡仔。什么意思咧？就是足周全的吼，囡仔咧想，可能伊经验无够，想东想西，想遮有诶无诶吼。咱有时咱看到囡仔咧想嘛，足古锥，伊讲诶话你会讲足好笑安尼，是安那？伊都纯粹是一种也无成熟诶想法。所以咱想代志毋通亲像囡仔，但是佫像对歹代志爱亲像囡仔。什么意思呢？对歹代志，囡仔吼，伊毋知影吼。袂晓讲去做迄种害人的事就对啦。伊袂有迄款利害关系吼。当然囡仔嘛是有伊无成熟，毋过做歹代志哦，囡仔人伊都袂惊出迄款歹事。所以你也看讲，是咱的法律有咧保障遐囡仔，因为伊遮囡仔人伊都无成熟，所以有时做毋着代志吼，有点较宽谅的意思。所以佫一项。想代志就亲像大人，所以等于头一句想代志，甲后壁一句同意思啦。恁想代志像大人，歹代志爱亲像囡仔，单纯纯真，无害人的意思。所以咱若对这经文有一个明白，有一个了解，咱若要讲想做一个总结啦，做一个总结。以弗所书4章16节这段经文。互咱一个美好的愿景，这是咱教会一个得起造一个真重要的根基甲目标。第一项，整体的身躯拢是倚靠耶稣基督，毋是用人的办法讲我要加这要加迄，是你有教会的这个结构有下基督的体无？有下基督迄个纯真真理起造信仰，大家往这个目标来行无？用耶稣基督。所互咱迄个方向来走无？第二，咱即个教会即个机体，既然是基督的机体，你逐个关节、经络拢爱互相配合，彼此连接迄个机体，安尼才会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因为一个身体若小可什么所在有各样，咱行动就不便啊。咱都爱找医生所以咱若较有年岁，兄弟，你就知影讲，一年一年差呢，较早安尼足溜咧，即马开始要扶落去，就开始咧酸痛，要爬一个悬佫真无细致拢头重脚轻呢。所以你就知影讲，即个身躯会当整个经络健康发挥，咱到有一个年纪就感觉讲，哇！健康的身体实在是足宝贵，足宝贵。但咱常常就是安尼啦。少年人身体足好的，伊拢毋知影通保守。到年纪有哇要保守有时伤慢因为你少年时代开伤济去用伤济去所以教会嘛是共意思。教会咱要安怎？因为教会这是一个有机体，这是一个上帝百姓的组织。身体是一个人伊。有年纪的限制，但是这个组织你会当互伊一直换新你互伊一直保持活力保持各筋则拢真好势咱就类似咧保养身体的共款，这个身体用一直产生伊的功能甲功效，所以大家机体发挥功用，迄个效能就真正发挥出来。
因为咱一个身体吼，那健康做人在中足勤苦，然后目的就是讲身体伫疼的中间来渐渐长大。教会体质也健康，伊自然就大。所以咱伫最近期真侪的学者咧研究，讲成长的策略是啥物？哇，足侪办法就对啦吼，要安怎。但是伊讲吼，上重要是啦，健康就自然会长大。那健康就自然会长大。咱定咧讲烦恼囡仔袂大汉吼，哇甲补这甲补迄，有时补一个煞老倒，那说比都倒灸咧。有人讲较早补伤济袂使，你是讲互伊身躯各种的营养分都有够。互伊作息会当真正常，有运动，营养有吸收，健康的囡仔，伊自然就照伊的时机会大汉起来。那最后我要甲咱三甲分享的是讲，因为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请会记咧，咱遮的人拢是奉着耶稣基督的疼呼召来的，所以这若是徛伫人迄个管理学的。研究伊讲，咱的教会是亲像社会的团体中间一个叫做第三部门啦这是一个学术的名词咱听就知影。咱已经过身的这个管理学的大师叫做彼得·杜拉克有进前捌写一本册，进前翻译做《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非营利机构后来改成这册房有搁甲定出版。换一个较好记的名这本册伊内底有做一个真清楚的这个规范啦伊讲，咱所谓第一部门就是政府机构，迄叫做公共部门就是讲人的团体中间，政府机构是一个团体这个部门一个团队。第二个部门就是咱一般社会做做生理界、商业界、工厂界。公司就对啦，迄叫做私人部门。政府咧伊有公权力，伊会当指挥这公务员做甚物代志，伊有一个系统。咱商业界当然就是用薪资，用迄个奖金，用各种的鼓励，来鼓励伊的员工，能达到迄个目标，迄叫做私人部门，较是用伫盈利为目标的。咱教会就是亲像即款的。是社会部门，叫做非营利机构。因为咱讲的讲民间机构、民间团体 NGO 这款的。好，咱这团体在推动伊的工作拢有伊的权力的来源有伊的亏力的来源。咱拄也讲了第三部门无迄个政府的公权力嘛无私人的讲用盈利来做你的诱因要安怎？这彼得·杜拉克讲，咱就是爱学习成做一个快乐的义工啦，欢喜的侍奉，用这个做目标，才会当达到亲像政府的公权力、私人的薪资、奖励做诱因。咱教会爱安怎来？讲这款快乐，唔是政府的性利益，公权力也唔是商业部门的盈利、就业绩，是完全用什么？用使命，用使命。咱教会拢甲讲异象来做最高的追求，因为你有这个使命，你有这个异象，所以呢，我唔是领薪水，但是我做了比领薪水的较认真啦。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使命的呼召，所以咱若看起讲，伫这个新世纪这个时工的团队内底，咱人对这资料看起讲有影就对。政治团体就是咧讲政府机构，企业团体是咧讲公司、工厂、企业体育团队、竞赛，就是各种的球队，拢是团队咧做教会咱就是五重级数，五重级数的工做迄个兴起，这个唔是用政府公权力的，唔是用私人盈利目的的，但是有原量达到，有时做比政府较好，有时比私人部门较好，所以。咱的教会要互伊兴起健康壮大，就是咱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就是教会有这个五重的级数，成做一个团队事奉。所以伫遮咧鼓励咱兄弟姊妹，咱会当有时解读一寡古早过去的观念，
较早咱感觉讲教会即个聚会，就是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我来做礼拜啦吼，我有奉献啦吼，安尼我就完成我的任务啊。其实，咱已经时代进步到即个坎站，一个教会要有影响力，一个教会对社会有见证，咱都要提升咱一个温度迄个积分啦吼。咱最近常伫迄个咱电子界，也是讲咱的企业界，拢有咧讲什么2.0、3.0、4.0吼。即个夏中间牧师伊有用一个基督徒5.0、5.0吼，来做咱的一个提醒甲咱标示啦，做学习啦吼。伊讲安怎呢？伊讲咱信徒，你若是第一级的1.0，什么意思？就是挂一个名啦，定啦吼，形式的。有可能吼，就阮爸爸妈妈信耶稣，我就对伊信有信无信也毋知啦。迄叫做挂名形式的。你讲是基督徒是毋是？伊讲是咧，毋过吼，都也无实质上伫个生活产生影响吼。读圣经嘛无啦吼，都那年节会当去一半摆就袂歹啊吼。第二，信徒2.0什么意思？意思是讲有进一步啊，聚会真正常吼无常常缺席有正常咧聚会，但是呢，其他的代志无咧做啦吼，都敢有来礼拜尔，迄叫做2.0的。好，那进展到3.0什么意思呢？3.0是讲，有咧聚会哦，佮参加服侍，哇，即运呢，一般的教会哪有安尼就基本的袂歹啊吼，做礼拜照正常参加服侍吼，安尼感觉讲，一间基本的教会若较早。咱的教会若到即个坎站，牧师都爱感谢主啊！咱的中级就继续辛苦，因为有遮个服侍同工嘛。但是咱知影，物质要到，真多的即个未信者，遮个灵魂爱得救。咱若干那到遮若定吼，讲起来是安怎？咱干那咧服务内部的尔啦。咱内面的家己好尔，外面甲咱无关系。所以咱爱进一步什么呢？就是4.0，基督徒4.0就是聚会服侍，佮加上传福音。大家人拢有迄个传福音的切遣的任务。较早咱俩做传福音，就是古早是宣教师，即嘛就是有时有人专门咧做传道的牧者，去外口带人归主。毋是呢，咱基督徒要进展到一个程度，是你有聚会，你有服侍，加上你受传福音的权柄，而且是受使命的切遣。最后5.0是上界完整啦吼，就是讲聚会、服侍、传福音，而且你是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亲像5重的执事内底，你拢有份伫内底，因为你受栽培，你受起造，你受成长的。但咱的教会伫大家咧敲找一个方向目标的时阵，咱感觉咱的富阳教会礼拜堂也起好啊！咱的事工，大家团队、服侍团队也拢真焦长。咱若要讲，互伊提升到4.0、5.0，咱的目标是甚物呢？咱来兴起所有兄弟姊妹有迄个传福音的热诚。那你就知影讲吼，咱这间教会吼，毋是讲内部安尼。完整真水真好，大家斗阵真快乐真和谐，大家彼此相听，你感觉真快乐。是你爱带人归主，迄个常常咱有听见即款的譬如，或是讲咱这个公司吼，大家人拢足牛足好，大家足相听足合作，但是拢伫拍拼发口号，毋过拢无订单就对啦，你也无收入。无产品，无新的来源来，你讲这间公司讲足好，敢有影？你都无生意，也无订单，所以传福音就是咱训练这阵门徒要去带人归主。过来就是讲门徒就真做一个更较有影响力的人。你毋是家己追求装备哦，你是真做同工去服侍别人，你去起造别人。所以，咱毋但是受起造，佮起造别人，造就别人，这5重执事拢伫咱的教会中间充分受发起。常常牧师咧鼓励咱
教会兄弟姊妹，你毋通看轻家己，讲我这袂晓，迄袂晓。常常上帝放恩赐伫你身上吼，你拢家扛起来呢？你家看做讲这还佫无成熟的，不过吼，上帝讲吼，你若出来，你就会受提责。你欢喜受差遣，你就会食做5.0的金。愿主将即款的恩赐赏赐互咱做伙体做上帝国，基督的身体是遐尼健康，遐尼壮大。